係有一樣嘢咧，我真係覺得咧，今時今日咧，微博啊，我哋成日都喺度講啊，微博呢樣嘢就係一個非常之奇妙嘅一個平台。個娛樂記者一定睇微博，功能比較喺上邊先知道所有明星發生咩事情。最近咧，而家連香港新聞都未報嘅嘢咧，我而家話你知，係關於大陸喎，係關大陸嘅，喺微博嗰度睇翻嚟嘅。就話説咧，有一個叫仇子明呢個人咧，佢屋企叫仇家，你林家我徐家。呢個仇家咧，呢個人咧就突然間咧喺微博咧發咗個信息出嚟，就話咧佢被追殺。你信唔信先？係唔係被追捕？咁原來呢個仇子明係咩人咧？佢就係浙江嘅一份報紙叫做《經濟觀察報》嘅一個記者，佢就報咗一單新聞。呢單新聞咧就涉及一間上市公司嘅關聯交易。咁呢間上市公司咧就報稱。咩叫關聯交易咧？我估計應該就係等於內幕交易嗰啲嘢啦，即係嗰啲都係一啲犯法嘅嘢啦。好啦，咁咧跟住咧呢個咁嘅上市公司咧就報警，就公安咧就要拉呢個人咧，就話佢咧就叫做影響呢間上市公司嘅商譽。嗱呢個咧就你香港人係完全明白唔到嘅，點解會一個記者報導一單咁嘅嘢，就算佢係失實報導咧，點解會由公安去拉佢？冇，香港冇呢啲法例嘅。嗱，公安咧係隨時有權喺冇理由底下捉咗個人，扣留佢14日嘅。咁呢仲係扣留你喺酒店自己俾錢就嗰度先炒你知啊？咁亦都係可以即係有權有勢有錢嘅人咧就可以即係使用到佢哋去做呢樣嘢。好啦，咁咧跟住咧呢個人咧亦都唔係一個簡單嘅人物，佢亦都話晒係一個報館嘅編輯記者咧，所以咧收到風就逃離咗。即係佢都有針嘅，有事。於是咧就透過微博咧就發放呢個信息出嚟。哇！我起初話，喂，真定假？後尾咧就於是知道係真咩咧？又有好多其他嘅國內嗰啲媒體人就支持佢啦。咩呢個程益忠啊，成班全部都係非常之有名嘅呢個媒體人。咁我知道依樣係真。咁呢件事咧，於是迫使咧呢個浙江有關嘅報紙咧就開始報導呢件事啦。嗱，由呢一樣嘢你睇到，喂，呢個微博。我哋話預計佢遲早俾人封艇㗎，遲早執㗎啦。佢已經做到 Facebook 嘅嘢啊嘛，係啦，咁真係好大件事啊，真係。咁我哋當然唔希望係咁樣啦。唔使你希望，咁唔係你嘅意願同我意願可以達成呢件事嘅，係即係一定係有關官員會因為就以後微博只能夠每一條發出5個字信息，我熱愛中國。南京塑膠廠大爆炸都唔得啦！南京塑膠廠，跟住仲要再繼續咁個字大爆炸死咗，咁你繼續你睇啦，你有排砌嘅啫，冇興趣睇落去咁啊！咁啊，如果真係咁樣規定咧，微博都遲早死㗎啦，都唔使封佢啦，係咯，即係可以用呢咁嘅手段。我覺得仇子明呢個人咧，我成日其實想講呢個人咧，我係非常之佩服。係點解？佩服，因為點解咧？喂，我哋做編輯記者出身嘅人都知道，有邊啲人唔得罪得咧？就唔係政府，係最唔得罪得係有錢人。係，有錢人咧，咩叫有錢人咧？係咩咧？我哋話有3個勢力係最大嘅，政府、有錢人、黑社會。但係咧，而個政府同埋呢個黑社會都係聽佢支笛嘅。好恐怖！有錢人點可以得罪得？咁咧佢有咁嘅所謂我哋叫做一個 integrity 啊，咁樣去即係而家唔知係個情況點啦。但係我覺得咧，呢一樣嘢都值得我哋敬佩，因為最近有單新聞。都係新鮮滾熱辣，不過咧就唔知大家信唔信，就由台灣就有一個嘅即係叫做 release 咗一個研究報告出嚟，就話香港嘅媒體咧就越嚟越自律啦，失去呢個所謂新聞嘅一種嘅操守啊。咁你試下，如果話扁哥個仔喺香港嫖妓，香港即刻揭唔揭啦？會揭嘅都會揭嘅呢單嘢，因為佢已經失勢啦嘛。係啊。即係佢知道啲人係可以得罪啊嘛，跟住仲要整一條話，因為我揭咗你，令到你知名度大增喎，即係嗰個衰格嘢就喺呢度嚟。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咧，我哋香港媒體人咧，實在應該要自己反省一下。喺國內咧，人哋咁困難嘅處境之下，都係能夠咧，即係話將嗰個事實真相。你都唔明解，香港冇微博啊嘛，香港有 Facebook， 博唔過。你諗下，你咁搏啦，都有嘅。呢件事件喺香港，你發生咗有個編輯記者要走佬，跟住喺 Facebook 發放消息，你估香港記者協會會唔會救佢啊？會唔會撐佢啊？或者其他嗰啲總編輯會唔會撐佢啊？咁都會。我諗到好難啦。如果你得罪嗰個係
位高權重又有錢嘅，大家唔敢得罪。而家我撐你咪即係一齊集體得罪嗰個人，傻嘅真係。我對香港記者協會有信心嘅。係咩？都會撐嘅，即係如果有事實。不過咧，我淨知香港記者協會出嚟嘈親嗰啲嘢都係冇乜效，得個嘈字嘅啫。嗱，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話由依個新聞，即係仇志明呢單新聞講香港嘅傳媒狀態咧，事實上亦都有個市場經濟嘅角度嘅。你睇到而家越嚟，你講真啦，同香港蜂擁時代咁多份報紙，你睇到而家死剩幾多？有啲咧就已經轉啦。但最近有單新聞話，新報咧就將會轉手啦，就轉手成為一份免費嘅財經報紙，專係支持呢個地產商，即係呢個老闆嘅一啲嘅咁有新聞我揾到自己嘅位喎。呢個都係嘅，因為從管理嘅角度咧，我都可以話係嘅。不過如果從整體香港媒體嗰個環境咧，你 TVB、ATV 電視台咧，大家都唔使講㗎啦，即係基本上佢哋嘅所謂嘅政治立場都唔使講。而家你話真係免費報紙亦都冇乜政治立場可以。咪如實報導啫嘛，啫。如實咯。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樣嘢我哋就寄望咧，都係要有翻個叫 voice 係嚟自咩咧？新媒體咯，即係話啲微博咯、Facebook 咯咁樣。咁或者你自己發明一個強博啊、好博啊即係等等嘅大博網站，希望可以博到出位啦。